这边小心哦！我就说会不会跟你的李明好好道个歉啊？我现在就跟大家道歉，跟全国道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可是他写的字词不能，他写的重点不能。他写资料不要看，他资料不能外泄哦。他写资料，他资料不能外泄哦。各位记者大哥，还有消毒，让他消毒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让他消毒一下。给我过一下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消毒好不好？这边请。我们双手张开哈，稍等一下哈，帮我做个干洗手的动作。那不好意思，请问行李有什么不能喷酒精的吗？好，那稍等一下哈，我们先做个喷洒的动作，不好意思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双手张开，头往上仰。那稍等一下哦，原地稍等就不要动哦，谢谢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鞋底要消毒一下。好，第一只脚。好，谢谢。那麻烦填写一下资料，这边请。请问？是他们这个资料。是我们。机场拍摄有这样你跟你同班机的，你有注意到有其他人有不少吗？我们的电话，您的联络电话和地址。没关系，这个对。地址。机长，因为今天有10个境外移入的案例了，那如果说之后你或你的里面有类似确诊的情形的话，你觉得这应该由谁来负责？有印了吗？帮我拍照，影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接一下电话。225。225大头。他应该是后面。不好意思，小心后面有台阶，后面有台阶，小心台阶。你要先回你办公室吗？他们的行李不是那个对方干嘛？开始了。